好，好，直播开始啊哈。咱今仔日对1632年9月18日开始看起哈。1632年9月18日对安海买到约750担的糖和20担的青丝，一纸尔吼。过来，9月20，自顶回读即个帕里科技吼，迄个事件了后吼，一直到今仔日咱看的内容差不多拢是咧和做生理有关系尔啦吼。9月20日，快艇 Catwick 号按照决议出航前往台湾，其他快艇今仔日拢前往烈士伫遐，伫这进前的迄个停船的所在靠岸吼。好，过来9月22，无事好天，买到真侪青丝甲糖，也得悉，就是也今仔日知影讲，伊赶做军要对福州经陆路转来安海。9月23，接到一赶的一张来批呢，除了真侪疆夷问号哟，问号是要安怎讲？我查一下即个号字吼。号吼，对，车门、5望、听号、4号、拜号、4号、4号哦，这就是号。啊，问号、问号吼。好，转来读日志。讲一般有一张批来，批呢除了真侪疆夷问号和中国式吼的道歉之外，讲到伊所见过很悬的海盗和泉州的几个大官，很悬伊下底注脚有写讲是兴泉啦吼，就是兴泉海盗是兴华甲泉州沿海的海防司令，总部设伫厦门吼。讲到伊看过兴泉的海盗和泉州的几个大官，因拢希望公司会当得到自由贸易。伊嘛曾经为此来写批去互福州的军门，但是还未收到回批，因为目前国王和军门拢政令森严，一切照法办理啦吼，所以伊担心对公司的代志会当做无解做吼。这是9月13，讲到伊赶一张批内容。9月24日，买到17担青丝和一寡糖，好天。9月阁要读要煞，逐工拢写一两纸，加3纸安尼哈。9月25、26、27无事。今仔日有一只新仔人的洋客船
带台湾的消息来讲，本月13日有一只日本人的洋客船对韩罗来到台湾，歹势，对暹罗来到台湾吼，这应该读做暹。一只日本人的洋客船对暹罗来到暹罗就是泰国啦吼，来到台湾。船顶载有35个新仔人和15个日本人啦吼。即个日本人是真正以及咱正讲透过血的吼，混血，真正我要怎读煞袂记。迄血有透过的日本人吼。即只洋客船装载有400担的大橡木和3万张的鹿仔皮吼，打算伫遐要过冬，因为要赶上转去日本的季节风已经伤慢咯吼。这是9月30，礼拜2到30无事，经常有透大风，买着35担青丝和一批糖，拢做一寡生理的一寡生理的代志吼。好，一个月搁过啊，过来是10月1、2、3、4这4天吼。快艇客为个好对台湾又搁转来阮遮来停泊，所以即个写日志的人即嘛无伫咧台湾吼，应该是伫咧厦门遮，无带来特别的消息，只有讲伫因对台湾出航的前一天，就是顶个月的25日，有一只日本人的洋客船对吕宋来入港。要伫台湾过冬，因为伤慢咯，吼，无法度转去日本。拄则讲即只船是前一篇讲即只船是对暹罗来吼，即嘛讲是吕宋哦，无法度转去日本。关系着该船进一步的重要事项，爱听候后一别来批才会当知影吼。因为你无伫台湾嘛吼，所以爱等对台湾来的消息才会知。10月敢若记5篇尔吼，拄则已经读过1篇啊。所以1932年我真紧就要读煞吼。10月5日，岸边仔的船载运一批黄金甲糖来交易，互少转去，并且带来消息讲，伊官已经对福州经过陆路转去安海，真紧就要搁离开。过来是10月7日，岸边仔和本迪奥克代表一官要来接受总督阁下的批信甲礼物以及大项目，因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改动6位议员下大上述信件吼，就是早顶头讲的即张批啦吼，航往因的洋客船，就是甘比亚和本地奥克因的船嘛吼，伫遐照规矩，即个鸣枪放炮吼，递交该信件顶门，互因，就是甲批摕去互因啦吼。然后请因甲公司的代志转告一官，讲煞长官阁下就离开因转来。所以你看因即个长官阁下，伊嘛是伫咧即个厦门这外口遮啦吼，走遮紧嘛吼。一官经由上述代表来甲阮讲，即马代志已经
强要成功咯，毋若承诺已久的可往台湾自由交易的迄5、6张通行证，讲遮久，佫你也袂摕到已经有得到海岛福克的希望。我讲白话啦讲人话一寡透过拄则讲的即2个代表，就是甘贝亚和免利奥克来甲即个荷兰人讲代志已经办要煞阮之前答应恁的，讲要互恁迄个5、6张通行证，互恁会当自由踮咧台湾做贸易的即个通行证呢，已经可能有海岛会答应啦海岛会符合啦海岛也真诚恳来请阮派几个代表去含伊当面来商谈就是要当面讲啦为着即个目的，伊我认为上好是先交伊要为阮寄去互海岛的批，先寄来互阮閲览签名，然后再寄兴趣互伊才要寄去互海岛本地个还佫阮报告讲，并且来嫌讲，因为海岛禁止任何人来甲阮交易即个严厉的禁令，伫咧安海、厦门以及其他的所在，已经被执行甲遮尔严格，至到讲大家拢无法度佫到阮遮来来做生意啦前几工，就有几个人因此而被捕、被强掠去并且严厉来处罚啦因此，即个便利讲，如果即张批若袂当改变海岛的态度，就无人会当佫运货物过来连伊家己都毋敢佫载货物过来这是10月7日讲迄个荷兰人做生意又拄着佫踢着铁棒因为因踢着几道铁棒头是着李魁基，佫来是迄个另外一个海贼叫咧啥袂记敢若姓姜的款煞遮来即嘛，即个一关佫甲调当然一关毋是家己甲调啦，伊透过讲这是海盗的意见就对啦所以荷兰人要和其他人做生意，即一直拢无顺利过来10月8日，今仔日若以情报的方式重新确认有关要派遣阿森多夫号前往巴达维亚的决议就是今仔日有甲即个决议情报的方式确认也有感已经确实知影讲会当获得有够额的即个货物要转运去即2只快艇，就是讲知影已经有货物通载而且毋只用一只快艇去转运遮尔济即个回航的货物，因此呢，决议也要派遣另外一只快艇叫 Z-Birch 号到同齐前往巴达维亚，上慢伫咧本个月15日就要出航今仔日8号搁一礼拜，并且决议剩的3只快艇要伫咧和目前停泊的所在共款有利的所在去用阮的贸易资金来获取利益，并且决议因为各种理由，主要是有感在西奈的事务经常有重大变化，而且海贼老乡又搁已经对北方南下的传说已经非常强烈，而阮还阁有一大笔资金还未交易，因此呢，阮决议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未含快艇同齐前往去巴达维亚。虽然讲普特曼斯的任期已经
届满，任期要到啊啦吼，所以本来要去转去巴达维亚吼，但是即马决议讲要搁继续留落来吼。伊游玩要留伫咧即个所在吼，厝地留伫厝地，一直到后一道的时机，收到一关要写互海盗的批，伫议会呢，搁再审阅之后吼，即个阅读吼，里底拢是即个读啦吼。啊，我捌听过人读过阅啦吼。我搁找一个甘蔗店。买细看完。嘿。哦，你看即个甘蔗店，敢若收一个音译啦吼，啊，但是我有听人读阅读啦吼。对，马文就是安尼啦。对。好，咱转来读第七写吼，就是收到一关写互海盗的批啦吼，伫咧议会里要审阅之后，今仔日要寄转去，甲即批要寄转去巴达维亚吼，会得到啥物款的回答？犹太时间分晓，这是10月8日，搁来10月14。是10月最后一天的日子吼。哇，2字尔无事吼。好，搁来11月，伊写是10月15日，等下我看觅吼。10月15日有啦吼，就爱搁，所以10月的即个下旬的日子。是伫另外一页吼，即马掀过来才看着吼。1、2、3、4、5、6天吼。10月15日，伫台湾商馆所写的日子定录吼，所以伊是因为即个日子是另外伫咧台湾写吼，拄则他进前讲是拢伫厦门写，已经写几啊个月吼。过来就伫咧即个台湾商馆写吼。好，所以会记吼，即马所写拢是伫台湾啊吼。1632年10月15日，一直到1633年的1月17日吼，这一年差不多过偌久？无甲一年啦吼，3、4差不多3、4个月的即个日子吼，是伫台湾写吼。过长就是即马算起过长年1个啦吼。1632年10月15日。内容是安尼：快艇阿森多夫号含基伯号自列斯出航，载着总价值134657.18毫吨的货物，有青丝、糖、黄金等等的货物，前往巴达维亚，愿上帝带领因平安。所以载转去是。迄个丝吼，应该是丝仔出产的丝啦吼，糖甲黄金吼，糖有可能是台湾的糖啦吼，但是咱拄则进前看的日子拢有写讲伊伫咧丝仔即边进货有进着糖吼，台湾应该本身嘛有出产糖吼，另外就是黄金吼。好，过来10月16日。杨克群淡水号含打狗号出航前往台湾，要去对遐载护照来到厝地。明明是讲日子是台湾写，即马咱会看起来佫敢若毋是安尼吼。好，不管咱继续读了。10月19日，17、18、19、3日大部分拢是。严寒的强风，就是透大风啦吼，而且是足冷的大风，风搁冷搁透吼。10月20日，买着一批青丝甲黄金，注脚伊敢若写注吼。本月16日，对一只新仔人的杨克船接到台湾寄来的批吼。
即嘛搭对人是伫地，为虾米接着台湾来寄来批？报告关系着 Catwick 号对台湾出发的前一天 ，Catwick 就是要去巴达比亚的船啦吼。对台湾出发的前一天，抵达台湾的迄只用客船的代志，这是你讲对一只船啊？迄只船是就是对吕宋的就是对吕宋要去日本的即只船吼。迄只船是对吕宋的帕纳西兰湾出航的，帕纳西兰湾，会对注脚写讲不详的，毋知实际上是对一个即嘛对一个所在吼，可能是指今仔日吕宋西岸中部的林家堰湾吼。迄个海湾的西南边有一个帕甘西兰吼，可能就是遮讲说帕纳西兰。即个地名伫咧本日志内底有时仔嘛写做帕纳西兰，发音拢含帕纳西兰相接近啦吼。好，既然毋知啥物所在，咱就读过就好吼。讲迄只船是对吕宋的即个海湾叫做帕纳西兰来出航的，载300担的树木、40担的糖和数量无介济的落皮，有6个日本人，包括天生的日本人甲透过肺的日本人吼，以及30个即个新仔人，完全无炸武器，对因拢无获得西班牙人伫马尼拉的消息，因讲对此完全毋知影，就讲因即寡人毋知影西班牙人伫马尼拉的消息吼。因则对菲律宾来哦，讲伊毋知。好，10月26。10月21、22、23、24、25、26，经常有变化无常的强风，一逝尔吼，一句话尔。10月31日，10月最后一天。甲5天写做一个吼，27号到31日即个5天无事，大部分拢是严寒的强风吼。即个期间买着一批青丝、糖、茶头含其他的好物吼。好，10月结束，咱来看11月。11月4日，长官波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因为快艇 Groton Brook 号已经要满载，已经差不多是要甲送转去祖国的货物，拢已经载到差不多要甜啊吼。还阁干若差250到300担的糖或者是麦仔小麦。若讲要伫本国个8日以前吼，就是11月8日，就是4天后，要买着即寡糖或者是麦仔，就爱命令该快艇伫咧本国个8日出航进前前往巴达比亚，希望还会当赶上要转去祖国的归国舰队。阮要将带领快艇 Catwick 号和 Ghost 号留伫咧列斯即只继续交易村外资金。议会认为讲，即2只快艇会当安全留伫遮来交易，因为完全无听到海贼老乡或者是其他有敌意的朋友对阮会有啥物不利的消息吼。看下即个写字一个人，犹阁是伫咧即个
这是历史嘛吼，你若伫金门即只，为虾米头前讲是台湾写诶日子？11月5、6、7这3天吼，好天已经买着。拄则讲诶，迄只船叫做 Grotenberg 号，所需要货物，因讲需要差不多250到300担诶，即个汤迄只是尾啊，吼，已经买好啊，载起哩吼。所以迄只船会当照预定出航，吼，预定是8日内底第2天明仔载，吼，咱来看明仔载日期。即个。热兰遮写日志吼，咱读到遮会当知影讲，这是相关日志嘛吼，所以内底主要内容真正是拢是记做生理的一寡笑尔吼，做生理一寡代志。11月8日，用客船淡水号含打狗号以及一只新仔人租用的用客船对台湾来到出地吼，你看即只你足明显看会出来，人无台湾嘛，写日志的人。拢满载着号召即寡用客船渡航途中啦吼，大部分的时间拢透大风，无带来啥物特别的消息，只敢若讲台湾迄边一切平安，感谢上帝。过来是11月9日，我今仔日会爱困吼，所以我就拄则先困饱吼。但是我还要食暗顿，歹得我巴肚会晓摕只物件先补面。我嘛咧食早顿啊。即个真害吼！我转来对台湾转来已经超过1礼拜吼，结果我时差超了无讲介拄好，特别到4、5点的时阵，佫爱困甲，我就真正走去困啦吼，现在挡袂了走去困。歹势补一寡大料吼，遮大声。即个坚果啦，大概要安怎讲？一寡 nuts 吼。11月9日，快艇 Grotenberg 号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毋是讲8日吗？延前1天吼。所在货物总价值是10万个3886.8毫吨。有青丝、有糖、黄金含布料吼，你看因载进去拢一寡物件，等等的货物，愿上帝带领因平安。过来11月15日，连续5天吼，12、12、13、14、15，记伫遮。常常有强烈而且变化不定的风，又搁买着一寡糖、青丝甲黄金，但是数量无讲介侪，因为即个生意人吼，甘白啊，甲本地奥克含其他的人，一直到现在拢是用一贯的名义，以及伫一贯的即个密附之下，就是一贯的稳准啦吼，来含阮做交易。但是因拢讲，因为新仔惯例，伫厦门、伫海城、伫安海等等的所在，伫严密来监视，所以因袂当阁出来咯。因此建议阮讲，毋通阁带领快艇继续留踮遐。毋通留伫遮啦吼。建议阮毋通留伫遮，应该要离开即个所在，前往偏湖。
因要用用用客船载运真侪货物去遐，只要阮有偌侪资金，因拢有法度运遮尔侪货物去互阮交易吼。叫阮刷去骗互就对了吼。11个20。好，5工写做好。16、17、18、19、20，经常找着强烈持续的北风，靠北风啦吼。今仔日对甜马的用客船，甜马就是一关因老母吼。用客船，毋对哦，甜马有啥物姓甜？哦，对，一关姓甜对。今仔甜马的用客船卖着差不多有20担青丝甲400担的糖。即只用客船本来载着即寡货物要去台湾，因为海盗落来安海甲厦门遮，要来调用所有的用客船，准备要对付海贼老乡的前来，就是老乡要到吼。为着要避开即项代志，就是要闪避即项代志，所以伫咧夜间秘密前来取缔吼。今仔日甘伯也和便利乌克的兄弟嘛对安海来，根据因讲是专程要来和阮做结晓的。因搁再一次叙述是叙述啦吼，但是一般是袂安尼讲啦吼，台语是袂安尼讲。公主别叫做叙述，因搁再一遍讲上述的代志，但是因为官吏四过的严密监视，所以因已经毋敢搁运货过来，甚至提供因真想要伫的迄寡护照互因，因嘛毋敢来接受，嘛毋敢运转去吼，毋敢载转去啊，因为因答应阮会甲阮所需要一切货物拢载到台湾或者是澎湖。11月21日，时间10:06。11月21日，中国普特曼斯国下汉议会决议，鉴于啥物吼，即个有鉴伫敢若剩无够8000里的现款，以及300沓护照的资金来交易，而且快艇卡位号已经满载货物，故事号也已经装要填了吼。大部分拢是茶帮、粗大的茶帮，以及一寡青丝、金线，以及其他台湾的需用品。因此，决定要率领即2只快艇以及迄2只公司的用客船，伫咧风甲天气拢适当的时阵，积极出航前往台湾。特别是为着要避免因为海贼和心怀敌意的朋友可能引起的各种灾难，关系所剩的资金的交易绝对无问题，因为还佫有够额的时间。伫咧北方季节末期以前来收购上述快艇故事号所需要的货物。11月24日，23、24是3天。游玩是透强烈持续的北风，有时啊对海顶的人会买到一寡糖吼，少量的糖。11月25日，一撮呢吼，好天，下晡趁着一个特调吼，进前讲啥？
讲几啊种讲法，我真也袂记了，因为我昨昏实在太爱困了，读个拢袂记。特调吼，永庞出航潜龙台湾，要到午夜的时阵，就是半暝啦吼，风力增强，抵到第二层的澎，第二层的即个风澎吼，风是四方啦吼，四方形四方的澎，无法度继续张扬，空出白啦吼。因为风伤透嘛，所以即个第二层迄个澎，迄个澎是四角形的吼，无法度张扬。伤透应该是毋敢踢开啦，惊风伤透。这是25日，过来11个26日，约伫咧中昼时阵来到东南湾。东南湾注脚是写讲是，可能是偏乌的马公园吼，是毋是读做马经啊？地名是马经啊，我毋知即只是毋是读做马经园吼。含就是下晡中昼来到即个海湾吼，偏乌即个海湾，甲大道岛。就是今仔日的火箭树吼，偏乌火箭树叫做迄当阵写是大道岛，大道就是大只岛啊啦。好，讲中昼的时阵来到即个偏乌马公园，甲即个大道岛中间，停泊伫咧水深32深，水底粗沙的所在。风力大为增强，至到毋敢伫咧夜间来导航，所以因即嘛伫偏乌啊吼，就是照迄个岩爸啊因建议的，讲叫因来偏乌遮啦，较好做生意，无伫迄边去互严密来监视吼，因毋敢含荷兰人做生意。11个27日即句话尔吼，犹原是透强烈的北风。11个28日，两stra早起时，甲阮的鼎扭起来吼，本来拍鼎伫咧偏乌遮嘛，甲鼎扭起来，顺即个海流飘航。用去导航，就是甲导航挂起哩吼，用来对西边航入去海湾内底，真可能来航到迄个东南湾，就是讲可能是即马即个马经湾吼。约伫咧中昼的时阵来到东南湾，含快艇客位个号停做伙吼。要暗暝时阵，风力开始减退。所以伫咧即个半暝啊，趁着特调吼、特音的时阵，用旁出航。29日好，11个29日一撮尔。下晡来到台湾头前北平的沙洲区附近来停泊，阮看到台湾一切顺利，感谢上帝。即嘛真正是转来到台湾了吼。11个30日，一句话尔。伊即写就写吼，以下日子写伫台湾吼，所以拄则进前拢也未到台湾吼。11个30日，就是拄则讲10月中、10月14号啊、15号开始的，一直到即嘛11月底吼。迄当阵佫也未到台湾吼。
即嘛今仔日开始伫台湾，又搁一句话尔，又搁透强烈的北风，搁来12个啊吼。咱今仔日已经读超过2个月啊吼。12个一日风力开始减退，一句话尔。12个3日2号2日甲3日，12个初2、初3这2工，写做一篇。无现页，点了又无反应。哦，有啦吼，一句话尔，天气晴朗。应该是读做晴的款吼，晴也是晴啦吼，我查一下概念。晴还是钱吼，所以我拄则读晴朗是对的，读对的吼。我想着讲白话音是读做钱啦吼，雨钱、天钱，这是简字典的例词吼，半阴半钱。这是白话讲法啦吼。过来12个4日，有2只渔夫的洋客船出航前往南部，下晡有38只渔夫的洋客船抵达。渔夫就是掠鱼的啦，渔夫啦吼。我查一下简字典，查即个鱼字，鱼啦吼，恁甲惯势的音啦，是鱼啊。结果我读毋对吼，简字典收一个音尔，叫做牛，牛。伊的规则是讨鱼啦吼，讨鱼，讨鱼就叫做牛吼，或者是贪、侵取、侵占吼，嘛是牛。我看一下，台语大词典有收别个音无？伊嘛是收即个牛的音吼。咱来例词足多，咱来学者吼。第一个字是古一字吼，读做牛，漳州音是鱼，泉州音是鱼吼。阮鱼读做鱼嘛吼，所以即个鱼吼，牛读做鱼。好，咱拢读牛啦吼，或者是鱼吼，阮的泉州腔口读鱼，渔民吼，鱼，所以拄则是渔夫吼，我读做渔夫啦吼，应该是渔村吼，就是渔村吼，渔樵耕读吼，渔樵耕读吼，
语潮经托，伊后壁有写讲这是文言啦吼。语潮经托就是掠鱼抾茶经典读册吼。语潮经托，渔业渔业啦吼。这是伊写这是日本话吼，日本来。渔夫吼，渔夫人家嘛吼。渔蚌是渔火吼，渔夫用的灯火啦吼，叫做渔蚌。即个音第一道读着吼，蚌。渔夫吼，渔人嘛吼。鹭蚌相持，渔人得利。鹭蚌相持，渔人得利吼。鹭蚌相持，渔人得利。渔家吼，渔歌，渔利吼，渔利之徒嘛，渔利之徒，追求利也叫做渔利啦吼。渔翁，渔灯。好，学一下即字吼，日子敢若一逝尔吼，12个4日。有2只渔夫的上客船出航前往南部，下晡有38只渔夫的上客船抵达吼。载有盐含希望。即个抵达的抵，我查一下吼。抵啦吼，歹势，应该是抵达吼，或者是对人敢对，甲人对手，就是甲人冤家相拍，甲人冤家相拍的意思吼，叫做对手。抵就是到吼。抵有担当的意思，有偿还的意思，有退换的意思，有准等吼，有达到，就是达到的意思吼。所以应该抵达吼，我抵当吼，抵押就抵押是，我去变怎讲？抵押敢若抵押迄个意思啦吼。但是我看了即个词，我拢会读做拄押吼，有即个拄的音吼。我查一下大字大词典看有别个音。大字大词典嘛是拢读做抵啦吼。哇，历史佫足多咧吼。哦，有啦，有拄啦吼，所以我拄则看到即个汉字读做拄吼。拄是门拄，独门，就是支撑用来吐的，有一支叉吼，用来吐条的迄个意思吼。比如讲，你有一寡房仔要徛，要互徛在后壁用一支叉甲拄条的嘛吼，吐条的啦吼，写讲吐啦吼，所以是即个叫做拄吼。比如讲若独门的叫做门拄，独门用条仔骹拄吼。创话独人吼，就是要安怎讲？创话独人就是反驳人的话嘛吼，反驳吼。
夜饭时拄猫，这进前捌读过啦吼。意思就是反驳人的指责吼。夜饭时拄猫，甲伊拄拄三箍地涨的意思啦吼，就是拄笑吼，食面拄笑。红的拄白吼，这应该是讲红的拄白，就是你用红贴啊拄白贴啊就对啦。一拄一，二拄二吼，这只个拄是对抗的意思，对抗的意思吼。人客拄人客拍球，这什么意思？毋知吼。年拄年，就是每一年啦吼，每一年。啊，上侪用是底啦吼。咱来学一寡词吼，10:24，10:24吼。帝后有即个帝音吼，帝后就是饲好医好叫做帝后。另外是猪吼，猪肠将物件含猪银吼，将即条钱抵我所欠的额。其实我哪有读做猪呢？我袂读做猪呢，我感觉这敢若是腔口差。我拢讲拄孝嘛吼，拄我所欠的额嘛，对赌嘛吼，拄额拄刑吼。我拢惯是安尼读吼，但是伊拢写猪吼，猪控，猪字猪命，猪命就是赔命啦，补偿性命吼。猪敌吼，猪敌，猪控敌人吼。好，12:04即嘛搁5分钟，咱继续读落吼。12:50，有38只渔夫的用客船出航前往南部去掠鱼吼。有20只渔夫的用客船对希腊抵达吼。12:60，为什么我画面怪怪？12:60，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含即个包瓦斯先生以及团队波尼尔斯徛，即个波尼尔斯我毋捌看过呢。坎蒂迪尔斯甲另外一个，即个叫啥名？袂记。即两个迄个牧师我定看着啦，即个波尼尔斯我今仔日第一道看着吼。哦，反正就是讲，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含包瓦斯含即个团队叫做波尼尔斯骑马前往新港。骑马哦，台湾少罕尼有马啦吼。再来是无马吼，这应该是荷兰人对外边进口入来吼。骑马前往新港，有25只用客船对西纳沿海抵达。公司的迄两只用客船也对西纳沿海载着水泥抵达吼，应该是阿门托啦吼。其中有一只是一罐的母亲、一罐的老母骑马的用客船，载来300担的糖和3担的青丝。今仔日有10只渔夫的用客船出航前往南部。所以渔夫吼，读做渔夫，或者是渔夫啦吼，腔口差啦吼。
10月7日有6只渔夫的容克船出航前往南部，有45只渔夫的容克船对西那来，大部分拢载盐、鱼网和其他掠鱼的私用品。过来12月8日，有46只渔夫的容克船出航前往南部掠鱼。下晡有10只渔夫的容克船对西那抵达此地。12月9日，有15只渔夫的容克船出航前往南部掠鱼，有14只渔夫的容克船对中国对西那抵达此地。下晡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对新港转来，即两人徛要去新港，含即个主要是含陪即个团岛啦去。只好写一个地社的名，叫做地邦社 ，Teopan 地邦社。不详会对注脚写不详，毋知对一个社吼。今仔日毋是大目江社的分社，叫做大即字，大语毋知要怎读吼。凤银凤城迄个凤啦吼，加一个口字边吼。这啥物？这是里边仔读我袂晓，我查者吼。时间到啊吼，所以即篇应该是读袂了。我来查一下即字吼，即字少汉咧看着汉字，我看即字要怎读。读做凤、枋、蚌这三个音吼。凤是大笑吼。大声、念经、悬的喙、蹦蹦吼，就是凤。另外是枋，吼，蹦蹦吼嘛是枋吼，嘛是相款是大声、大笑、念经吼，枋、凤。另外是蹦，乒蹦吼，乒蹦。乒蹦蹦吼，蹦蹦吼叫做蹦。所以大蹦、大蹦、大凤、大蹦或者是大蹦啦吼。因伊这写讲是大班社吼，可能是大蹦还是大蹦吼。大邦有可能是即个大目江社的即个分社吼。伊的旧址吼，旧地址是涵盖今仔日台南新化镇协兴里、磅口第一堡以及磅口里。我读做磅还是磅啦吼，因为我毋是在地人，我毋知实际上是安怎读的吼。你若台南住新化遮，捌听过才讲吼。好，这是12月9日拄则开始尔，吼，咱明仔载再搁看，明仔载我有用无？明仔载我遮是拜四，应该会使吼。咱明仔载咱继续读吼。12月9日，好，好，爸比搁帮我记20几条吼，我等下再来看。爸比敢有啥物特别爱讲诶？无，这20几条。